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Miss K 啊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嘅 K Channel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下關於強積金對沖，喺嚟緊5月1號就會實施取消對沖強積金嘅安排。咁究竟大家知唔知道乜嘢叫做強積金對沖？佢攞嚟對沖啲乜嘢？同埋新例實施之後，究竟又有啲咩分別呢？同埋最後一樣好緊要喎，原來新例實施之後對僱員帶嚟咗一啲潛在嘅風險啊！究竟係啲乜？留到最後我會話你知嘅。咁究竟強積金對沖係攞嚟對沖啲咩呢？就係對沖翻僱主已經支付咗俾僱員嘅一啲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。當佢支付咗呢個銀碼之後呢，佢係有權去翻嗰個僱員嘅強制性供款僱主部分攞翻錢嘅。咁意思係啲咩啊？咁當呢個僱主發放咗10萬蚊嘅長期服務金俾個員工之後，其實佢係可以申請攞翻呢10萬蚊翻嚟嘅。跟住大家就會發現，以為自己出咗好多錢，但係原來呢啲錢都係嚟自你哋自己嘅強積金戶口。不過分別就係咩啊？提早支付咗俾你咯，因為正常嘅話咧，其實你去到65歲咧，你哋先至可以提取呢筆款項。咁而家咧就叫做提早發放咗。咁所以咧喺咧嚟緊5月1號新例實施之後咧，僱主咧就唔可以再做對沖。不過大家留意一樣嘢，原來咧取消咗對沖強積金呢件事咧，僱主依然係可以做對沖㗎。咁點解新例實施咗之後，僱主依然可以做強積金對沖呢個動作啦？咁我哋要留意翻就係嗰個生效日期啊，講緊係2025年嘅5月1號啦，我哋會喺度畫一條線。意思係啲咩啊？所有喺呢一日生效日或以後嘅所有僱主供款咧，佢唔可以攞出嚟做對沖。但係喺生效日前嘅僱主供款部分，僱主依然係有權咧攞出嚟做強積金對沖㗎。去到呢部分，心水清嘅朋友應該都留意到，原來新例實施之後，短期內對僱員實際嘅幫助一啲都唔大。去到最後，新例實施之後，究竟帶嚟一啲咩潛在嘅風險？我要講一個殘酷嘅現實俾大家聽，就係有啲僱主有可能為咗節省呢啲額外嘅成本，而喺新例實施之前或者初期咧提早解僱啲員工。不過留意一樣嘢啊，仲有一個陷阱㗎，就係僱主有可能根據大家嘅聘用模式，意思係點啊？就係將你哋由受僱變成自僱，變相佢就唔需要支付任何嘅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時刻留意住自己嘅權益。如果你哋有疑問嘅話，歡迎大家留言俾我。記得讚好同訂閱我。